你試下想象，如果有一日本來好好嘅田地突然之間變得一片荒涼，食物冇晒，辛辛苦苦建立嘅嘢好似突然之間被攞走晒。聖經裏面有一本書叫約珥書，當時南國猶大經歷咗一場好可怕嘅災難，係蝗蟲嘅災害，成群嘅蝗蟲飛過，農作物都俾佢哋食清光，田地變得荒涼，大家都冇收成，連獻祭嘅食品都冇晒啊！對當時嘅人嚟講，呢場嘅災難就好似世界停咗落嚟咁。但係約珥知道問題唔單止係外邊嘅災難，更大嘅問題係人嘅心慢慢遠離咗神。於是乎，神透過約珥發出一個好重要嘅提醒。約珥書2章13節，你們要撕裂心腸，不撕裂衣服，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。喺約珥嘅時代，人覺得後悔，想回轉歸向神嘅時候，佢哋就會撕爛自己嘅衣服，表示自己心裏面好難過。但係其實神真正在乎嘅係我哋願唔願意返到佢面前，而神一直等緊我哋，因為佢係有恩典、有憐憫、不輕易發怒、有豐盛嘅慈愛。約珥書唔係單單講災難，更重要嘅係講恩典。神唔係想離開我哋，佢想我哋回到佢嘅身邊。因為佢係一位滿有恩典、有憐憫嘅神，只要我哋願意回轉，佢仍然願意接納我哋。今日不妨問問自己，我同神嘅關係係咪慢慢變淡咗？或者我依然願意重新走近佢？親愛嘅天父，多謝你透過約珥書提醒我哋，即使我哋有時會遠離咗你，你仍然願意等我哋返嚟你嘅身邊。主啊，我哋有時忙住生活，忙住自己嘅事，不知不覺咁同你越嚟越遠。有陣時遇到困難，我哋會灰心，會迷失，甚至唔知道點樣可以親近返你。但係多謝你，你並冇放棄過我哋，你仍然呼喚我哋回轉啦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，當我哋個心開始慢慢變冷淡嘅時候，要再次想起你。當人生出現咗好多問題、好多壓力嘅時候，我哋仍然願意回到你嘅身邊，因為你係滿有恩典、有憐憫嘅神，不輕易發怒，滿有慈愛。求你帶領我哋重新學習依靠你、親近你、跟隨你，讓我哋每一日都願意用真誠嘅心與你同行。我哋恭敬嘅禱告，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